子早有准备。烈焰冥神阵翅。此时，除了亡灵之外，没人注意到这只危险的电饭煲已经混入了义卖会现场。终于成功了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只要谁摸到一下，整个60门就会瞬间夷为平地。尽情地感受爆炸的艺术吧！哦，师傅，监控已经全部关闭，周围不会有任何人接近，你可以安心排雷了。不知道师傅会用什么样的方法阻止爆炸。